像我这款普通的食头路人哦，一个月上济就3、4万啊。伫咧台北生活就已经偌困难啊，是免那欠钱买厝。即马敢若只有直销，互我有淡薄机会。毋过，做大去啊，可能是天公伯嘛叫我放弃啊。啊，若是无爱买厝咧，是毋是就袂遐忝嘛？好啊，那日我问你啊，无厝无车的查某人，你敢要伫？我有看过你甲恁太太的影片啊，看起来吼是长干未甜啦。伊应该袂亲像我遮尔啊现实，厝有买无，应该嘛是共款啦。你莫阁啉啊啦。是安怎袂啉？我伫我的厝内啉烧酒，是管你啥物代啊？啊是即马又搁换啥物社区法？嗯？哎呦，你哪会这个时间上线？我了阵讲你已经照写这几个时间咧行咧。人吼是去互派去外国啦，我是去互派来168，即马吼是有厝无路啊啦。啊你毋知影恁阿兄伫咧无用168的代志？伊咧无影啥无我的代志。嘛无爱关心一个家己的阿兄咧。你啥物时阵变啊啰嗦啊？上班才几箍月若变安尼，我开始烦恼你以后吼会搁较啰嗦啊。文，我要入去啊！我毋是慧文啊，你的房间伫迄边啊。小姐，啊你想我毋开，你咧创啥？开想我啊！文，你在创啥？放好了啊！
庆祥会袂有代志吼。已经有叫救护车，嘛有请阿林去处理啊。我无想要搁回去啊。你先伫遮休一下，我来想办法。啊。放心，真的。哦。你嘛随身有炸笔啊？咱永远毋知当时会拄着危险，若是搁拄着即款代志，拍救人嘛免惊歹势。我读大学的时阵，因为无钱，甲同学做伙睡一间雅房。迄个时阵，同学交一个男朋友，常常带伊转来。拄啊开始，我嘛无感觉安怎，一直到伊愈来愈超过。伊加酒少，想要撞来我的房间。我甲即件代志甲阮同学讲，伊煞去甲别人讲，是我要诱拐伊的男朋友。迄个查甫的一点仔代志都无，等到是我去互赶出去。迄个时阵，敢有人甲你斗相共？阮同学都无要信我，你感觉甲代志舞好大，受伤的人是因也是我？毋过我相信你。袂记你甲你讲啊，速度进前叫我甲你的门锁换新的啊，啊有啥物问题问我，也是问所长，拢会使啦。你在笑啥？别人要讲啥物，打啥物瓢头，我拢无要紧。啊，毋过我是袂家己死头路的。啊，若无吼，就无死也补助汤尔。知啦。真毋知咧。你会继续伫遮认真上班，先好咧做代志，以后有关照。多谢。